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大家都平排躍出㗎啦。外邊紅日射快嘅，放馬就年少多好啊，放咗出嚟跑㗎啦。外邊就紅日射啦，埋邊八駿巨星走咗上嚟啦。跟住個第4位內蘭星際快車，中間馬力呢有少少想挨出去啊。外邊係人和家興啊，後邊3隻顏色之王狀元及第同埋神希麗人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。前面年少多好拋離咗，大約有1個身位嘅串內蘭上就係八駿巨星啊。再後邊嘅話顏色之王依家先至沿住個中檔追緊上嚟啊，最後100零米啦。Lucky Lie 啊，今晚真係年少多好，咁啊拋離咗1個身位，贏出呢場浪琴錦標啊！跑第2名追上嚟好勁啊！顏色之王睇下過唔過到八駿巨星啦。至於跑第4名嘅馬呢，神希麗人啊，今晚真係犀利啊！9號馬 Lucky Lie 呢隻年少多好都到啦，跑第2名好後追上嚟啊！嗰隻顏色之王啊，第3八駿巨星，第4名係神希麗人。廖康銘都旺啊，連中3元啦，年少多好。